有请市长接过生活。上个16天，全国运动会由台南市主办，台南市长黄伟綽亲自到关仔岭出盛会了后，佮到安平国宝将盛会引燃。魔火引燃。安平伫人文历史上有特殊的意义，伫这象征全运会为台南市巴东裂开序幕。一山一海，那一个自然大地的奇景，一个是人文荟萃的地方，到安平来点燃这个圣火。那我们非常非常高兴，感谢教育部，感谢体育署，还有所有112年全国运动会筹备会的所有的好朋友，大家的支持。那眼看在28天以后，全国运动会即将展开，这是一个台湾规格最高、等级最高的一个全国运动赛事。我们也将以非常欢欣鼓舞并且热切期待的心情来筹办。在运动赛事当中，盛会象征和平甲公明，也祝福参赛选手一切圆满顺利。今仔日盛会也为安平郡王祠出发，往南以逆时针的方式，是全台热烈的管区。那这次因为配合台南400年，我们这一次的圣火传递，也都请各县市寻找了他们最具在地特色的一个古迹景点，来作为我们圣火传递的一个地点。那同时也希望是一个文化之火，能够来守护我们台湾的一个所有的文化。全运会将伫10月21号登场，期待在赛事期间，民众会当来到台南，欣赏各种精彩运动项目，会当食美食、食古迹，感受台南的魅力。台南新闻孙怀采访报道。